提起景颇族，很多人的认知只停留在火遍全网的木脑纵歌、魔性的背景音乐、震撼的万人同舞，但大多数人仅仅是看了场热闹，对这个以歌为魂、以武为魄、以刀为骨的民族知之甚少。他们热情奔放，勇武飒爽。今天跟随景颇男子腰间的那把长刀，一次性读懂万人狂欢之外，景颇族刚柔共生的千年风骨。刀是景颇族男人的第二生命。景颇刀刀尖呈月牙弧形，刀背线条圆润，刀柄与刀鞘上的纹路是族人代代相传的迁徙记忆。景颇族源自古氐羌族群，先民从青藏高原沿横断山脉一路南下，漫漫南迁路上，刀劈开密林，斩断荆棘，也踏出了一条从西北雪山到西南深山的求生之路。自此，景颇族人世代栖居群山之间，被誉为山之骄子。族群落地生根后，刀也从迁徙工具转变为维系村寨秩序的礼仪重器。解放前，景颇村寨实行山官世袭制，山官统领一方，管辖多个村寨。分封寨头时，一把长刀便是权力与身份的凭证。旧时族群划分为官种、百姓、奴隶三个阶层。官种阶层有特殊的命名方式，男性名字前加早，女性多用男、扎等。出身官种的人家，大多配有做工精美的银柄大长刀。如今旧制已然远去，刀不再象征权力地位，却依旧是男人成长的见证。孩子刚出生，外公外婆便会送上长刀，长大成人，父母再为他备好一柄福寿刀，这是少年最郑重的成人礼。待到谈婚论嫁，刀又是提亲聘礼与女方陪嫁的必备之物，既代表以诚相待，也寓意新人携手开创新家园。但景颇族的婚礼中，不只有硬朗的长刀，还藏着独有的温柔。最浪漫的莫过于过草桥。过草桥是景颇族婚礼必不可少的仪式，也是最高潮的环节。新人携手走过草桥，象征着从此平安和睦。走过草桥，婆婆会给儿媳戴上祖传的玛瑙项链，代表她正式融入这个家庭。入夜后，新人不会直接入洞房，而是在祭司董萨与长辈的陪伴下，聆听古老的孔然斋瓦，完成家风与族群文化的传承。一把景颇刀见证了成长，也成全了相守。褪去礼仪的庄重，长刀彻底融入日常烟火。族人久居深山，刀耕火种，也造就了独树一帜的山野风味。景颇族有句老话，冲统不响，吃饭不香，当地更是讲究冻的做肉，绿的做菜。依靠长刀进山取材，山野食材被赋予多样滋味，清甜回甘的竹筒美食，炭火慢烤，香气四溢的包烧菜品，手工丝制，酸辣鲜香的特色簋鸡，还有风味百变的各式冲菜。而丰盛的绿叶宴更是集大成之作，以绿叶为餐具，汇聚一整桌山居美味。这一口口原生态的滋味，都是族人辛勤耕耘，向自然索取馈赠的成果。除了佩刀，筒帕也是景颇男子标志性配饰。男子多穿黑底对襟上衣或白衬衣，黑色长裤，头戴缀满绒球阴穗的包头。女子日常身着紧身短衣搭配长筒裙，在节庆或婚嫁时，则身穿极具特色的盛装，一般由上衣、筒裙、包头和绑腿组成，佩戴银项圈、银手镯、腰带和藤圈腰箍，其中缀满银泡的孔雀衣最为亮眼。黑色平绒缝制的紧身衫，前胸和后背镶嵌3圈闪闪发光的银泡，银泡下再挂上一串串银链。当能歌善舞的景颇姑娘甩起银炮，这个爱美尚美的民族也将他们乐观洒脱的个性和热烈蓬勃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烟火的日常，刀是谋生的工具，一旦节庆来临，它则成为承载民族文脉的艺术之魂。俗话说，景颇男子不会耍长刀，他就很难出远门。传统景颇族刀术利落刚劲，气场十足，分单刀和双刀，有着多种步伐和套路，每一招都带着先祖拓荒的魄力，衍生出的刀舞刚柔并济，动静相宜，力量与美感完美相融。再配上空灵的土梁，浑厚的洞巴特色民族乐器，乐声婉转，刀影交错，氛围感直接拉满。而这份极致的热烈与传承，最终汇聚成万众瞩目的木脑纵歌。万人齐聚，列队共舞，男子手持长刀，盾步摆肩，步伐刚劲如山；女子身穿盛装，手舞彩扇，身姿轻盈如水。所有人围绕着交叉置放长刀的木脑势动，有序行进，古韵流转，一舞千年。木脑纵歌由德高望重的脑双、脑八带队领舞，他们通晓史诗，执掌仪式，是整场盛会的精神核心。看似热闹的舞步，暗藏千年密码。每一段回旋往复的轨迹，都精准复刻着先祖从青藏高原南迁的迁徙之路。每一次挥刀起落，都在追忆先民劈山拓荒、落地生根的艰辛岁月。一场盛会，以武祭祖，以刀叙史，以阵具足。想要深入了解木脑纵歌的内涵，可以翻看我的往期作品。歌舞落幕，重归宁静。在创世史诗《木脑斋瓦》中，记载了先祖持刀开天辟地的古老传说，也让长刀与生俱来，带上神圣色彩。景颇族秉承传统的超自然信仰，他们坚信山林、草木、风雨自然皆有灵性，
木脑纵歌最初便是为祭祀太阳神木代而举办，在各种祭祀活动中，长刀不再张扬起舞，转而成为族人安放敬畏、寄托信仰的精神载体。族人相信，逝去的灵魂要沿着祖先迁徙的路走回北方老家。族人离世后，生前朝夕相伴的佩刀会一同陪葬，延续着不离不弃的守护。就如同忠贞不二的民族图腾犀鸟，一旦结为配偶，便终生相守，构成了景颇族神圣的精神力量和信仰符号。心怀信仰，守住本心，手握长刀，护住山河。景颇的刀平日里温柔烟火，滋养民生，可一旦家国愈危，便化作御敌守疆的铁血利刃，撑起边境民族的铮铮风骨。世代扎根西南边境的景颇人，从来都是山河最忠诚的守护者。近代边境动荡，外敌侵扰，他们握紧手中的长刀，以血肉之躯守护家国寸土。马加里事件奋勇抗敌，击退英国侵略者。山官早乐东在勘界时据理力争，面对侵略者寸步不让。片马抗英斗争中，景颇族与各族同胞联手，以长刀、土械为武器，顽强抵抗外来侵占，可耕可战。这便是景颇长刀刻在边境民族骨血里的家国赤诚。一把景颇长刀，6重千年使命，道尽一个民族的万千沧桑。它是迁徙拓荒的生路，是贯穿一生的礼数，是滋养烟火的根基，是延续文脉的歌舞，是安放信仰的敬畏，是守护山河的风骨。源自青藏高原的景颇族，虽在温润的滇西边陲定居千年，骨子里的刚毅风骨却从未褪去。他们凭着坚韧、包容与变通的民族秉性，栖身群山，与自然共生，以如山般的沉稳笃定，延续着族群千年的岁月记忆。这便是景颇族独有的生存智慧，也是他们跨越岁月始终不变的民族坚守。无文字载史的景颇族，以刀为脉，以刃为书，把千里迁徙的磨砺，代代相守的坚韧，戍边护国的担当，一刀一刻镌刻在西南山河，沉淀为独属于自己的民族文脉。如果你读懂了这把千年长刀的底蕴，才算真正体会到了景颇族的温柔与风骨。来年正月15，共赴木脑纵歌，赴一场刚柔共生、文脉不息的千年盛会。